来看顶一届的凯美风台哦，高雄有真侪大楼的地下室拢淹水。高雄市政府即届开放全市309个地点，互民众停车。也毋过伫国道10号的桥卡、顶关路边的回转道哦，有不少民众是违规停车。 车停几排，高雄仁武顶关路国道10号下骹，除了资本的价位，对面边无划线嘛，拢停满，沿路停超过1公里长，就连奥多摆嘛违规停伫咧安全岛顶头，伫咧美丰台。其实这并毋是市政府开放临时停车的所在。无伊啦，啊，了拄个人若拄有就扛落安那。顶界有去淹着无？有哦，内面足悬。 因为三德时风台行甲真慢，那久咧扫，影响中南部地区的时间嘛变长。高雄市政府10月初1、初2停班停课，开放全市309个场所，包括国中小学，计共9705个车位，互民众临时停车。今日伫咧高雄仁武特殊学校的外口，会当看到讲真侪民众拢提早做准备哦。其实因早就伫咧即个人行道的部分，拢甲因的车刷来遮是停到满，甚至伫咧校园内底啊，这停车位早就已经甲告示牌啊，讲已经全部停满。原本是要开放26家停车格，即卖已经停超过2倍量。就讲伊讲，民众佫传出讲有即个浸水车淹水的状况，所以因是拢提早做应用。也若有民众是趁雨较细阵，先驾车牵转去厝的附近。我住伫八德北路遐啦，啊，即卖可能风台听讲减轻了嘛，减轻了，我就讲。 刷我遐，阮厝遐附近遐啦，嘛毋知，才会淹着袂嘛毋知。希望三德市的威力渐渐伫咧变小，毋过南部地区要是爱细日强阵风加大水雨，尤其仁武顶界淹甲真惨，是重灾区。仁雄路佮因为地势较低，即回加强戒备，银行的防水门砸超过1米才悬，真数店家嘛拢做好准备，小心无失本。记者洪敏珍、邱昭阳高雄报道。